伫咱国内又有一个投资诈骗啊，警方发现讲，这诈骗集团去勾结一寡还未上市的公司，去招人来投资，买还未上市的股票，事实上这拢是诈骗。刑事局初步判断有3000人哄骗，骗上无有5亿遐济，而且这诈骗的过程，佮找律师来合作，吸引愈侪人相信。特殊搜查具体，警方昨日第一波行动，查到奥斯玛再生能源科技公司做设下共骗取金钱的骗局，经过扩大调查，将更加幕后犯罪集团甲握出来。出动点钱机来点钱，查扣主嫌名下2台几百万的车，涉办4辆的10人靠未上市的股票，骗取拄投资股市的人的辛苦钱。专门锁定财务不佳的公司，以投资为由。 再加以包装宣传，向不特定的民众寄送投资评估报告书，以美好的愿景宣称即将上新贵上市。经过调查，主嫌交给的业者除了有奥斯玛，也有爱创科技、华德科技甲宝利通公司，涉嫌用精致方式要求印真侪股票，所来指派下卡手人包装涉案公司，发展60 AI 机器人，讲这公司的前途真好，来向投资客推销，更加讲这要上市上贵，来骗人提前投资。良钱结合到律师事务所所成立的一个信托专户，来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投资环境，来取信被害人。刑事局也发现犯罪集团事先先找律师事务所背书，开立受托信托的财产专户，也甲资讯商斗阵，订做这个官方的网站，一直拍广告，要提悬可信度，让大家来相信，吸引更加多民众。将近2年的时间，警方初估超过3000人受害，损失至少5亿。其中有查缉的2间科技公司业者发出声明讲，配合司法的调查，公司一切是正常营运，到底真相是安怎，就等待这个司法后续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